我是 Melissa。今天一早带着女儿坐游览车去玩。今天我们来参加农会举办的插秧活动。好了，大家就跟我走，谢谢。第一个活动是制作汤圆。接着认识一下插秧工具。下田之前还要做暖身操。我们看起来像农夫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插秧的秧苗。先看看专家示范，应该不太难吧？哦，我错了，插秧真是不容易呀。看到这台卡车，就知道最后一个活动是蹦米香。刚爆好的米香，加入糖拌匀后，就要快快塑形。我们要做成可爱的心形。今天所有的食物都跟米有关，你们发现了吗？你们喜欢吃饭还是面？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复习：游览车，参加农会，举办活动，插秧，制作汤圆。接着认识工具，下田之前暖身操，看起来像农夫。秧苗，专家示范。我错了。卡车，蹦米香，加入糖，拌匀，塑形，心形。所有的食物跟有关系。米，发现